越南政府已經向香港市民入境限制。越南政府已經向香港譯民實施隔離政策。以下嘅一段廣東話廣播係向企圖進入越南嘅香港譯民講述呢個政策嘅內容。一入就嚟，搭起一堆，莫問到越南，業役執行大行動，唔理肥瘦，請勿進越南，遵守入境封告。強闖者入境隨時係咁大眼來入境照辦，壯力者將公看樣貌，發現會被控兼大陸捉班，傳播者被監禁，之後照踢出越南。以上係越南政府已經向香港嘅市民入境檢疫嘅政策。